各位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我来朗巴邦省了。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心”。我来自世界文化遗产名城琅勃拉邦。琅勃拉邦是老挝最古老的城镇，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东南亚保存的最完美的城市。这里民风淳朴，生活宁静，每年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我一直以生在这个城市为荣，我的梦想就是做一名优秀的导游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琅勃拉邦，喜欢琅勃拉邦。现在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战略的推进，中国对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大，来琅勃拉邦的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。讲好汉语已成了一名优秀的导游必备的技能。为了实现导游梦，我来到了中国门岸学习汉语。初到中国，老师对我们很好，除了在课堂上教我们汉语知识，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们，让我们这些留学生逐渐适应了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活。因为我在班里年纪更大一些，学习努力，老师便让我当了班长。一开始还不错，但在去年10月时，我爸爸因病去世，我请了1个星期的假回家，回来后学习有些跟不上了，再加上爸爸去世，情绪不好，我和班上的同学产生了矛盾，种种原因让我有些灰心，上课和写作业都不认真了，还学着别的同学打游戏、睡懒觉，成绩开始退步。班主任发现了我的变化，有天下课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针对我的变化和我聊了很久。他最喜欢的一句话：“业精于勤，荒于心”，鼓励我克服不良情绪，不忘初心，努力学好汉语。业精于勤，荒于心。这句话出自中国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《劝学解》，意思是说，学业由于勤奋而精通，但他却能荒废在游戏玩耍中。这句话用来鼓励我们，只有认真学习、勤奋工作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。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，勤奋是一种励志的精神力量，认为勤奋符合天道人情的自然规律。在来中国以前，我不能理解什么叫勤奋敬业。中国的老师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为我诠释了这4个字。每天从早到晚，老师辅导我们学习，为让我们多学一点汉语。周末学校没有安排课程，在学校的每一间教室依然有老师在上课，怕我们想家，在课余时间组织各类丰富的活动，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。在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辛勤付出下，
国的学校，我们所有的同学都认真学习，我们每一个留学生汉语水平都进步得很快。今天我能站在这里，用流利的汉语分享给更多的人，我看到了我离我的梦想又跨进了一大步。今天我才知道学习汉语是怎么样的。我来到中国1年多，我收获的不仅是汉语知识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样敬业勤奋的学校里，我从老师的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我会把这些优秀的理念带回老挝。业精于勤，荒于嬉，也将成为我的座右铭。在今后做一个努力的人，跟随一带一路的步伐，成为老挝新时代的建设者和开拓者。我的演讲结束了，谢谢大家。